哦，神教正头要从正前方那条路这边过来。哦，进来以后到这边集水区的气候。哦，在桥旁边呢哦，你看，今天月亮很亮哦，刚好可以看到桥。今天的月亮很亮啊，刚好可以看到桥。哦，那边的火怎么那么亮？那边的火光怎么那么亮？哦，正前方那边是集水溪畔。哦，还有那么广大的土地。哦，新营济安宫大庙大庙举办恭送代天行寿幽王公回驾仪式。就在桥边举办。